洛杉磯縣衛生官員星期三宣布，2025年已經發現61隻狂犬病蝙蝠，成為呢個縣歷史上第2高嘅紀錄。呢一數字僅次於2021年嘅68隻，顯示出該地區狂犬病蝙蝠數量嘅10年上升趨勢。衛生部門表示，約14%同人類或寵物接觸嘅蝙蝠檢測結果為陽性，且呢一數字喺夏末時通常會激增。官員們強調，接觸蝙蝠嘅時候應該立即同醫生聯繫，絕唔要觸摸蝙蝠或者任何野生動物。如果發現蝙蝠喺室內或者室外出現異常活動，應該立即報告。狂犬病嘅暴露通常發生喺蝙蝠嘅唾液或者通過口、鼻或者眼睛進入體內，或者通過咬傷、觸傷或者同傷口接觸。衛生部門警告話，由於蝙蝠嘅咬傷往往微小且不易察覺，如果喺房間內發現蝙蝠或者靠近正係瞓覺嘅人、兒童或者寵物，應該視為可能嘅暴露，並及時聯繫動物控制或者公共衛生部門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